邀请你天天加入哈哈365。你嘅笑脸敷衍爱面前，你嘅发你呢喃才爱一片，你嘅勇气无能爱心田，你嘅惊喜不爱你轻易不变。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客家365，我係小編編呢。大家好，我係宋獎玲。今日係12月13禮拜2，歡迎來到365時春堂。時春堂啊，民國春堂啦。哦，民國春堂。做乜個365民國春堂呢？哎呀，做乜嘅呢？今日看布置哈，看起來還真的有民歌西餐廳的味道，只是少了牛排啦。冇聽錯生牛排，你講到樣啊，就想到，哎呦，頭擺創民歌餐廳哦，真見，上下即係啊，兩個創當歡喜哦，但係其實底下大家啲食東西，上下有冇吃過啊？很古稀哦，因為冇人單。阿邊個？我意思係講頭擺未創過民歌西春堂。創過啊，我講俺大昌創過民歌春堂，俺創過紅包場。要去過冇？要探過冇？但係我冇去過呢。冇去過啊！哎呦，肯定要記住單去開。原來我手機裏邊錯啦，我手機裏邊啦。做乜會講到民國春堂咯？做因為哦，因為係結黨重要嘅一段經歷啦。啊！交同大家來講，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嘅人哋呢言客，人哋推來賓，其中係鄭中比。嘿，少斌哥，還有金玲姐，還有現場的所有朋友們，大家好，大家好，我係鄭中比。啊，今日中比來到節目當中啊，而且身上抱着一把吉他。哎呀，等一下要不要考一下我們阿斌哥的？你不用考我，不用考我。算了，我們還是聽眾。也沒個專業吧。好，今日聰明呢抱着吉他來到我們節目現場，感覺呢個流顏色就像民國西春堂的感覺。姑叔等下還沒有開放點歌。真的嗎？好了，我們電話是現在講嘅啦。我呢下，我歡迎啊。我被考倒了。本來我心肝都會按你想嘅，但係我不要講出來。好。今日呢？聰明，今日既然吉他都抱着來了，一般你都民國新春堂的時間，一開始你會用的屯太高問好，會用到吉他嗎？唔會，其實我都會先唱一首歌，先讓大家說，開始有人唱歌了，然後才開始，然後唱完之後，然後才跟大家介紹說，我是誰，然後大家可以點歌啊，然後可以桌上有點歌單。對，那我會唱的歌，我都會幫大家演唱，這樣子就是大概這樣子。然後不會唱的歌怎麼辦呢？不會唱的歌就扎一頁，比如還有不會冇看到。然後結束的時候啊，糟糕，今天很抱歉，有哪一位朋友點了什麼歌啊？對不起，因為時間關係，冇辦法來唱。我們都搞這一套。對，你們不是我們，你們都搞這一套。少斌哥很了解，就是前輩就是不一樣。不過既然講到案呢，我們就來模擬一下，一般哈。去到民國西春堂，張奎是上班的時間，這個暖身的時候暖身的時候，你可以是充滿狗 Q 來這樣做開頭，不用整段唱完啦哈，就從一部分本能感受一下。好，其實應該我一開始唱歌的時候是在我大概18、19歲的時候，對，那時候大一，然後最紅的歌曲就是痴心絕對。哎呀，李聖傑啊！所以我常常第一首我就唱這首，讓大家先這個是不是最近很夯的歌曲？好，那我們先假裝吃牛排。吃牛排哈，對，然後吃牛肉麵也沒做的。嗰首用係唔錯歌嘅喏。嗰首嘅調音調暗調都在調叫啦哈，很奇怪哦。想用一杯latte把你灌醉，好讓你能多愛我一點。暗戀的滋味，你不懂這種感覺，早有人陪的你，永遠不會看見你和他在我面前，證明我的愛只是愚昧。
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啊哈！我知道，我都给古树冲过后堂里哈。係啊，上去夢堂呢。好啊好啊，我上點馬該講呢？那個，哎馬該哪一個？用哪一個？都知道我要考人了。廢東西啊，當然比啊。唔過哦，我們要講 Beatles。來咩？這好像還不錯哈。哇，其實我咪動舊某從民歌餐廳的，對，所以最近其實民歌餐廳最重要的就是需要練現在時下最夯的歌曲，對，因為大家最會點的歌，對對，所以最近可能就比較少練了，對啊，就是現在我就是致力在客家歌嗰度，從客家歌 Q， 就是我很久沒唱國語歌曲的那種感覺，你唱詩聲絕對具有那個年代感，有給我感覺出現啦哈。啊，邊個你唱乜嘅？晚安曲，晚安曲，晚安曲，周平的時間衝動都會也唔是衝嘅哈。唔過衝比啊，佢係對一多年前開始，你睇都有講到，嗰個以前開始唱民歌嘅嘛，哈。不過我看到，其實我看到人係睇天師檔，參加歌唱比賽。嘿，錯，係幾種形容會有啲勇氣，想去參加一個比賽呢？其實這個跟我寫第一首客家歌曲的人是同一個人。啊，嘿，對，就是其實我那個朋友嘛，我不是說啊，就是有請他他請我幫忙拍紀錄片，一個故事一個講一半。哎，對，就是我寫第一首客家歌曲，是因為我一個朋友他拍了客家紀錄片，請我幫他譜主題曲，對，所以我才開始創作客家歌曲。對，然後這個朋友呢，後來他就進了客家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嘿，然後他後來又去陸續做了很多節目，但他就後來就到了明日之星的這個比賽的這個節目的公眾人員，他就是工作人員，他是工作人員，對對對，所以他就說，仲偉，我覺得你唱得還不錯啊，要不要來比賽看看？然後那時候本來是想說，那時候我剛當完兵啊，就覺得剛好也沒什麼事情，那我就去嘗試看看這樣子，對對對，就第一次上電視比賽就是比這個選秀節目，好，幫人家幫我們的聽眾理一下時序啦。仲偉喺民國99年的時節，去參加原創流行音樂大賽，得到客家族家族嘅作品很多，最獎嘅阿婆也係佢嘅藝術創作，第一首創作。可是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寫這首歌呢？就會因為有朋友拍客家紀錄片，佢同佢下主題曲。那可以是去改創作，這樣大家大概知道那個年代了哈。因為剛剛他跟我們聊過，對，因為剛剛跟我們聊過，但沒有跟聽眾聊到。原來那個時候是被拐進去的。對，就是所以是同一個人，同一個人也不算陷害你啦，因為對係天數啊，因為係講其實你唱歌會唱很多年呢，其實當年哈唱歌會唱久嘅哈，就會唔想去比賽，因為像唱歌嘅比賽就會整年讀運氣啊，唔係講冇拿到名次就台北唔唱會唔好，上海就整年嘅運氣唔好，然後就不會得名。錯，你還運氣真不錯。沒有，可是我覺得他是真的實力很不錯，實力也不錯啦。唔係膽槍明日之星啊，可能給其他台嘢也是有看到你的身影啊。對，就其實。上電視比賽讓我學到最多，其實因為剛好這個節目就是他標榜說他可以培訓選手，對，會到他們的這個叫做選手村去給老師上課。對，其實在老師上課的時候，我也是第一次真正
接受这个唱歌的训练。对，因为其实之前都是开始唱民歌餐厅，然后都是自己唱好玩的，都不知道说，真正要怎么样表达一首歌曲。对。那后来就是上了这个舞台，而且这个舞台也是很大的舞台，然后跟着现场的乐队唱歌，那也是第一次，因为毕竟我是就自弹自唱唱习惯了，对啊，就唱得很 free 嘛，就是很随性。对，那真正跟老师的时候又是不同的感觉，所以其实也是学到很多东西，大概在上面比了大概半年左右，差不多。呀，这个同好的经验嘛，因为好，我现在讲一下好了。你们去比赛过后，第一眼发现到一堂嘅现场嘅乐队演奏，我上下一起来一冲啊就听不到我完全听不到，我就去个懂清亮过的唱，然后这样的你看出国就按了一只经验，不100、200、300，你让熟悉这个大舞台，还够熟悉这个一个表演的方式，你就比较好拿捏。错，对，就是其实因为现场要听，就是除了要听自己的声音要听得清楚之外，那个乐队老师的旋律也要听得很清楚，你才能可以跟到拍子。所以每次我一上台的时候，因为可能又这样紧张，第一次上电视比赛，对，然后每次评审老师说：“仲伟你今天这个拍子实在是又抢拍，你又抢拍错，对，所以真的也是学到很多。后来就慢慢就克服这个紧张，然后把这个拍子稳下来。对，后来果然成绩就是有变比较好一点，就是真的熟悉了这个舞台了，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点一下歌。好啊。条对于共道共做嘛，一波去参加跟明日之星，就是因为被这个朋友拐的嘛。那个时候是因为张奎是做客家歌曲的创造。那首歌曲从本体个唐一社团的好吗？唱客家歌曲吗？係啊，就踢跳下歌呀。好啊，水漲價坡那首歌。剛剛準備要拿了，是不是要唱別首歌？好啊，這首歌曲水漲價坡。該摘擦該也破，日本水台裏出世，大肚山那邊那個，從細做工滿盤旋，愛的要該摘擦該也破，日本水台裏出世，大肚山都無樹頭。從細摘茶為先吧，從家後為子，種菜做個來種家，真心高傳眾里，摘茶坡，你讚什麼？佢講愛了背個浪一江。後生的時間，全部沒愛辛苦做慣了，愛了背跟浪一江，條埋辛苦做慣了，喊來喊到手腳未打結。認真講嘢，你係最將該阿婆，擦擦了淚又擦啦，太心我擦，愛傷心又愛淚了我心啊，有夜來。这点歌你没有打赏啊？
不是，我已经听到入迷了呢。你在跟我打赏是要找一个杯子，拿一个帽子也可以，对，从梦回没走对，就是街头艺人，那里有走过，也有做街头艺人。不过你有吃过讲街头葱客家锅的吗？有啊，没有啊，葱，对，就是其实我都底杯落个有空用多嘛。好商音堂的吃的，嘿，如果他们都听到这个客家山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新奇啊，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方式去唱这个？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最夯的歌曲是那个身骑白马，就是这个徐佳莹的歌曲，对，我就觉得说哇，他们这个。他可以加入闽南语歌曲，然后做这个传统跟流行结合。那我也可以试试看啊。所以我就其实比较少男生去用假音，对，用假音去唱这个山歌。那我也是做一个尝试这样子。对，为什么都给 One Night in 北京啊？换成一个假音的诠释，因为徐佳莹给身骑白马，他还是用他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嗓嘛。对，所以呢，钟伟刚那个声音一出来哦，哎呦，我听到好入迷，我都快要起立鼓掌了。是吗？谢谢。我突然看到强调一下，我看那节目係現場嘅節目哦，因為佢時間係暗晡夜9:16分哦，鄭聰比 Robin 嗰邊啲節目當中係現場彈唱本體噶彈嘅哦。係呀，我唱現場真嘅呢，那個實力要非常堅強。你想下，真嘅啊，係唱歌嘅反應哈，你想講香港樂器也係唱歌嘅時間。人去跳強啊，那嗓音會縮起來呀。因為自己上下獨段的唱腔就好尷尬。而且唱歌會唱到一半，這個後連韻冇嘛舒爽的時間，你又不能停下來咳嗽，然後就不能從頭啊。對。好懂片啊！对，而且今天因为其实我是上班族嘛，所以可能上班到现在，而且没可以了哈，而且完全都没有讲话，就是因为我是软体工程师，打响了，对，就是做的那个写程式。对，整天没讲话，然后这个要开嗓真的很难呢。对啊，就是不像那个主持人这样子，是用讲话来赚钱的。我是就是用脑力这样子。对，我们从除了要主持工作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工作会批音，也需要先开嗓，对不对？我每次都说阿斌哥，你先来给我骂一下。可以啊，你刚刚讲我们是用靠声音来赚钱，然后我们讲你给我讲，我是靠美色来赚钱。我们都没看到啊，没看到啊。我讲到在哪里今日的创美头都有讲到讲啊，创业嘅最讲嘅阿婆係其實係藝術歌曲，其實藝術歌曲下出來就哪種而且是跟媽媽一起的創作。不過呢，我同睇個頭細聲我這樣講很大聲動太響嘛，動音響都細聲係一個一下其實都年代嘅時間。他要重新編曲，變成新專輯裡面的歌曲哦。真見我將來了解到認識到一個聰明都也沒有多年的時間呢，就對比賽開始啊，就一直都有聽到你的消息，但是就一直沒有看到你的新專的第一張的專輯發行，就這個這個小朋友真的太認真做軟體工作了，有都在按呢，下狗尾啊，趕快發行歌曲啊，專輯啊。其實我大概其實很早以前就很想要開始做專輯了，對，但是那時候我其實研究所念了很久。你也是念電腦方面的嗎？對，我念軟體，對，就是資訊工程，對啊，然後就8年。沒有念博士，对，就是到后来我就是真正专心在做研究，对，然后做完研究之后，马上又当兵了，对啊，所以就当完兵之后，然后又开始比赛，所以就开始比这个明日之星的比赛嘛，所以其实真的很难抽出时间去做专辑，对，所以其实我也是有一点这个原因，我就跟明日之星的那个制作部说，因为我想要做我自己的母语专辑，所以可能这个比赛我就要先暂停。对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有时间可以做专辑，而且那时候刚好又有一个机缘，就是碰到了
金曲歌后争亚军。係啦，其實人生有當到機會哦，要看樣來取捨。因為上下就一段時間前後一隻機會，對你來說也未必就會對你影響到你後輩。對你後輩嘅發展會有當好的天數，所以呢，你就現下就會很多的時間，趕快取捨一下。當然，跟我們的金曲歌后亞軍跟我合作，一定是出手製作，當然啦，必屬佳品，必屬佳品啊！對，所以這首歌其實《水漲鴨坡》一開始它是比較民謠的風格的來呈現，對，那後來亞軍的巧手。那個重新編曲之後呢，哇，變得很溫暖的感覺。對啊，我就覺得哇，這個真的很棒，所以就在新專輯出來之前，就是跟大家宣傳一下，就是請大家期待一下這個亞軍的這個編曲之後，是看是多厲害，那可以把一首歌upgrade 到什麼境界，真的很厲害。半個月就有了，差不多，對，好，對，又有新的感，又有新的感覺，因為唐多威係吉他彈唱的版本嘛，都使唐多威又會溫暖的感覺。唔過你嗌想問一下嗬，睇到要講多講參加嗰種比賽錯冇？我看到一個新聞，鄭聰飛一上。係將會都讚賞的聲音。哎呦，我本二姐講，一個上當後不容易呀。係啊，你彈過按懂你的上，你看還特別我弄，這個殊榮，這是發生什麼事了？都在用發生的呀。其實我後來我就很喜歡到外面去比賽。其實是我在開始唱民歌餐廳之後，然後後來唱個2-3年，覺得是不是我可以出去比賽見識一下世面，對，然後後來我就去比了這個江蕙的 K 歌大賽，對，他那時候他發行這個《跋杯》這張專輯，對，然後他就辦了一個 K 歌比賽，前3名就可以跟江蕙一起吃年夜飯做這個其實雖然是說吃年夜飯，但是就是做一個節目啦，年夜飯的節目，對，然後跟他一起吃飯，對，然後那個就是江蕙二姐她不但就是很沒有架子，他還幫我們盛飯，還幫我們夾菜。哎呀，真的很開心。有幾多3年試過江蕙二姐甜咩飯啊，這個不容易啊。對，而且剛好又坐在二姐旁邊，二姐說：“你這聲音真的不錯，那要加油，就是努力，因為現在要出道真的很難，那就是先從創作開始。其實我也是。”那時候還沒開始寫第一首歌曲，又是在剛剛我們說的這個年代之前。對，就是覺得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後來就來到台北，就是覺得可以寫自己的歌看看，因為其實大家都在唱自己的歌，那我沒有屬於自己的歌，那我想說試試看，所以也是有這個創作動機，讓我開始寫歌這樣子。不過還是很好奇，當初是什麼樣的歌聲，讓我們的二姐特別的稱讚？係呀，都在唱的那條歌誒，二姐的歌當初冇嘛一胡唱呢，還本誰來唱？係啊，佢唔講，佢二姐嘅專輯跋杯冇上，就唱嗰條歌誒啊。其實應該我那時候是唱這首歌啦，不過現在可能因為年代久遠，有點忘記了。我唱是這樣個二姐另外一首歌曲，也是膾炙人口的歌，叫做《家後給熬》。好。一日咱若老，找無人甲咱友好，我會陪你坐點你聊，聽你講少年的時陣你有偌敖，食好食歹無計較，怨天怨地嘛袂曉。你的手，我會甲你牽條條，因為我是你的驕傲。我將這做家己領導，我的少年對你對甲老，人情世事已經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較重要？
阮的一生献予你斗，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你就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我的牛排都放冷了，对，人家牛排从转条按压的啦，不要因为人伊出印出来，不赶快吃，唔该。咩？嗰是冲喺后堂嘅咩？系啊系，即係啲面個春堂，我創到一本嘅條嘅年客嗬，做啲牛排的是放冷東西啊，他專心堂呀創過誒，真的功力要非常的深厚。謝謝謝謝。我想問一下，這種是你嘅民國春堂創過嘅時間，大部分都是自家獨唱嗎？還是有位老朋友來合作呢？都是自己自彈自唱，錯，對，就是就是像類似就是像那個木吉他，木吉他民歌餐廳那種形式，就是自己一個人唱，對，除非像有一些團體說有可以合作的，對，那但是那時候我就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搭檔，這樣子，對，所以後來在我在台北駐唱的時候，開始跟我的上一班的歌手一起合作，變成有組一個團體叫做蘿莉控樂團。對，現在呢也常常在唱我自己的客家歌曲，在到處表演這樣子。就是蘿莉控一起走。對對對對，那就是其實我們團員有3個人啊，對，女主唱叫做小磊，對，然後這名字好熟哦。對。好像在哪聽過啊？沒關係啊，對對對，哦對，就很熟啊，就董後為很好的歌手嘛，對後朋友啦，冇亂講啦。對，他其實他在各個像綜藝節目，他也常常出現，對，他是常常模仿他自己的偶像叫做梁靜茹，他有叫小梁靜茹之稱這樣子，對，聲音也是蠻甜的這樣子，對，然後另外一位叫做李幼榮，是我的 keyboard 手。那其實我們是我在政大念研究所的時候認識的，那我們也是一直常出去表演，像比如說婚禮活動啊，或是各種尾牙，我們都會一起去做表演這樣子。嘿，他講出去做這個街頭藝人的時候，也會一起出去嗎？也會啊，也有一起出去，就是革命情感啊，大家的時間湊得起來，就一起上去表演。對對對，所以大概認識了大概7、8年左右了。對，然後後來我才開始寫客家歌曲，這樣子。OK， 好，看看的時間，好，一下時間係9點28分，有都有講到講，後來開始寫客家歌曲，到底寫了哪些歌？又係樣板下藝術，有啲歌曲地方，有啲歌曲有特殊嘅意義。等一下呢，我們這個中場插播之後，繼續同大家來訪問今日節目當中嘅人客台來賓鄭聰偉，來，我們大家休息一下下。本節目係由客家委員會播出。新客家廣播電台 FM 93.5，海漢之音調頻廣播電台 FM 97.1，苗栗客家文化廣播電台 FM 97.7，高屏海廣播電台 FM 106.7，花蓮之上廣播電台 FM 91.7，翠屯方言報道客家廣播電台FM 93.7，聯合播出。年夜散发都穷人，无聊无力，娘个噻！365个存在的理由，让你做个超有梗的人，人生瞬间变神咱從到客家365係小編阿編呢，我嘅送獎年後，而家走出去又走進來耶，冇啦，呢個好嘅獎年啦，係啦，佢老嘅聰偉嗬，佢倒比茶小茶本意潤好啊，但係講法冇曉氣排票我等一下再去補一下。啊，唔過加糖嘅當到聰偉唱嘅好糖嘅歌曲要桂兒嘅咩要客家嘅咩要好路嘅，中
所有语言啊，也都语言都的歌曲我们都听过了。其实我觉得哈，真正从为安尼，给有一搭人家讲的民歌餐厅安尼唱下来演唱的一个经验是很好的啦。因为那做讲好的声音哦，就是应该要有一个舞台让你好好来发挥。对，这个其实我大概在我高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受到爸爸的影响。其实爸爸他从小在家里都会弹吉他、唱歌，然后唱给我们一家人听。然后我就跟着，对，就觉得哇，爸爸好帅哦。就是小时候就是爸爸是我的偶像这样子。我都是看男同学弹吉他，爸爸好帅哦，可以骗到女生退掉。哎呀，我妈妈也是，就是被爸爸这样子用歌声骗来的。所以我都是专门看哪个男同学弹吉他，我来加入吉他社吧。然后就围在旁边这样子。是也没有啦。对，所以就是，然后后来高中开始就真正去吉他社学吉他，然后学吉他。其实那时候也不太敢上台表演，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因为可能大家都是比较新生，刚开始学吉他，所以我是算是比较资深的，就是我已经高中有学过了，所以社长就一直推我出去表演，说：“罗宾，你去表演，去表演。”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表演，然后表演到后来就有学长他刚好要去当兵了，就刚好听到我的歌，觉得这个学弟唱的还不错，然后他就找我去民歌餐厅唱歌。然后才开始自己的民歌餐厅驻唱生涯这样子。对。不过那个头都讲到后上的时间哈，就已经唱得很不错，来报一下哈。第24届全国大专院校政大金选奖独唱组冠军，金选奖没真简单的一个比赛呢，真有名一个好高的高演歌唱比赛冠军。哎呦，这样是冠军，你还记得唱嘛歌吗？你爱唱，我是唱那个。阿嬷的话，就是萧煌奇的歌。这都难唱呢。所以都难唱啊！你确定要在人家刚喝一口水的时候就叫人家唱？应该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讲一些话哈。你看先注意哈。不过这其实有这位各位哈，就是因为难唱、难诠释，你冲出来，唱出的看出、弹出这个实力，不过真紧阿嬷的话，我记得都难唱，因为就冇乜敢唱，因为第一隻喉咙发炎又抹張啦，故個拍子又節奏又抓不到啦，又走音啦。没有。天民歌唱堂的時間都在唱嘛嘅小星星，不是亂講好嘛？那個小星星、小蜜蜂，我們都是唱，我是唱和聲啊。大部分台部分就跟叫團員搭檔嘛啦。錯，因為知道個63年要唱重唱，那也不容易哦。因为嗓音要搭配得上，那才可以唱的相得益彰啊！你这是给什么？这是给什么暗示？希望等一下那个我们的罗宾先生跟你来那个吗？没有，我并没有。没有。不过这个唱和声真的不简单，因为一开始我去比赛的时候，然后评审老师也就是我去搭档唱团体组，对啊，然后老师就说：“你这个和声真的。”不行，后来我才开始后来组团之后，然后就勤练和声，然后就真的要唱到因为可能自己主唱的时候，就是你声音要独特一点，但是如果你要跟人家合唱的时候，你要搭配着人家的声音，人家唱柔你就要唱柔，唱硬你就要唱硬，对，就是要真的要做很足的功课才能合唱。合唱和声啊，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绿叶，衬托这个主调的主旋律的，给后堂做不得老给编，用啥对编这条歌就完蛋了。但是你独唱只能唱小星星的话，我们还是交给我们唱小蜜蜂，不是唱小星星。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的独唱冠军。对，独唱冠军，大家好。伫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对我上好，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
伊嘛定定带去游剪，看人伫佚佗，看人伫办公会啊，看人伫美小吹。伊定定甲阮讲，叫阮着要好好读册，毋通大汉像你老爸遐尼也凉袂哦。伫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嬷，你到底是咧讲啥话？大了后，才知影阿嬷的话，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想着一步一步咧过去，定定拢会予人真难忘。时间一分一秒咧过去，伫阮的心内，定定拢会想着伊。阿嬷，你今仔伫倒位？阮在叫你，你敢有听着？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你敢有看着？阮在叫你，你知影无？阿嬷，你今仔有过了无？敢有人在甲你照顾？希望后世人有个会当来讲你听。做你永远的孙仔，搁叫你一声阿嬷。我的牛排又热了，应该有木子。是呗？咩人个俾牛肉汤诶，牛肉汤。时间迄暗夜9:37分诶，吼，这么时间剩无一度诶。唔过呢，聪明报名还有下几度诶客家歌曲，现在迄个落预告一下，有一部分其他客家歌曲其他新咧创作啦，韩国呢其也按当年来创诶后堂诶歌曲，迄属于伫今年代会发行诶新专辑，很多壮牛歌。乐种专辑地位，唔过因为也还有班长嘅喊模出、喊前出啦哈。故说呢，我们不能先这个破梗吗？对，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就会给按当年呢，其实还有下其他几道后堂嘅客家歌曲，参加几道嘅比赛，咩拿到几好嘅奖项哦。係啊，錯噶錯老師講有啲時間還要睇現場。啊，唔啲主持係嘛？唉，有啲大，啲點。我嚟同聰兒唱歌嘅啦，好啦，因為呢，其實有啲歌曲啊，係同聰兒本身係先做演唱嘛，主動演，主動演哈，主動演用好羅發講暗號咯。還成為聰唔曉講。我也是這個，其實我應該也항議到胡蘿蔔以後會搞混，有時候因為其實我爸爸是閩南人。然後媽媽是客家人，哎，應台客混血，哎，所以在家裡那個要跟阿婆跟那個阿嬷講要講那個閩南話，然後跟媽媽是講客家話，對，所以其實常常會搞混，真的，所以就是要兩個語言都要。也是要有一點全部跳共的啊，而且媽媽又變成名作詞家。我們的劉玉梅女士、玉梅姐，同聰偉呢，跟佢合作幾道嘅歌曲，從條都講到嘅最強嘅阿婆就會按你嘅合作。係啊，呢條歌曲嗬就會入到梁志愛嗬，跟下來寫嘅，是代表作品誒，就第拜參加，就拿到獎。不容易，真嘅。外面溜說按斗誒，一個必須歌曲也是這樣的合作嗎？譬如說，有的跟我們的新竹本身就有關係。嘿，錯。用係玉梅姐寫的嗎？對，也是。這首歌是歌名是叫做《內灣歌》。內灣歌這首歌是其實是跟高蕾雅，就是那個高慧君的妹妹高蕾雅，她主持一個節目叫做粵式美聲錄。嘿，對，那時候就是她要介紹內灣。然後就請我跟他一起合作，所以他寫了這個詞，
然后但他那时候他是写中文的，然后后来妈妈帮他翻译成玉梅姐帮他翻译成客家话，对对对，然后这个结尾也有带了一段小段的山歌，这个平板这样子，对对，就做个错吧？其实给翻译的歌曲用中文写出来，但我来翻做客家话，那要功力耶，唔免做得硬翻硬拗过去，啥下弹起来，我讲一就唔係一個客家話嘅講法，就會當奇怪哈。錯，對，所以真的要懂這個語言的人去翻比較，像如果我現在美感才會走出來。錯，如果我現在直接用字典去直接照翻，就是沒有那個美感。錯。好，我哋夾夾來選送一下做冬音唱女萬歌。做冬音唱女萬歌。好。啦啦啦啦啦，初的幸福該付出，強強繞啊繞啊，講啊講啊，啦啦啦啦啦，終的幸福該付出，慢慢繞啊繞啊，講啊講啊，染土該風景。歷史該責任，有每該相依，還有傷痛該過癮。啦啦啦啦啦，錯的幸福該付出，強強繞啊繞啊，講啊講啊。啦啦啦啦啦，終的幸福該付出。慢慢繞啊繞啊，講啊講啊，染土該風景，歷史該責任，有每該相依，還有傷痛該過癮。染土該風景，歷史該責任。有每該相依，還有傷痛該過癮。山歌那衝啊，心流開那，花開了富那歸呀。好時間啊！哇！我發現到一個重點就係聰明有當到嘅歌曲，地步就融入到一個山歌嘅，唔講係小調係呢個山太調地步嘅一啲某些精華的部分你會有安尼想法包括從一條女版歌，唔家講係關於歌數幾寫嘅歌詞，但是安尼。給曲調的部分，我想到會來搭配上音就是其實我也帶主動台，所以就覺得每年我都聽到客家山歌。天川日，天川日，山歌比賽，山歌比賽就是大概辦了60幾年的傳統歷史了，對，所以我每次以前在竹東在念國小國中的時候，就常常瓊水塘台，就是那路邊都有龍尼亞重山過，對，所以我就覺得哇，我一定要把這個山歌加在我的創作歌曲裡面，讓更多後上音走的糖豆這個客家山歌這樣子。其實我去到竹東，我都覺得好感動哦，因為佢講嘅田春燕哦，我咪去參與過幾下拜，我真嘅就係。錯啲幾片嘅人曉唱，行個行到路行呢，後生人佢做唔係唱啦，咪用客話，用一個河流腔嘅客話來對話，佢哋就完全就會一個很保持客家傳統嘅地方。係啊，錯啊，韓國大伯當然一個做動嘅成個比賽啊，嘅比賽嘅年齡層韓國到四，即係差唔多5、6歲嘅，5、6歲到一個80、60歲嘅。
跟肉先生、肉阿婆都一起来比赛。对，就是爷爷教着自己的孙子唱山歌，对，就是这样子的传承下去。终于就会睇按你一个环境，按你一个风气地波睇嘅哦。现在歌曲地波就有传统同现代嘅对话，无论係用伴奏去改创作，每位团亲讲嘅一个客家传统变到地波，同伊发挥出新嘅光芒、新嘅能量。从其實呢，佢有按溜溜小小寫嘅幾度嘅創作歌曲，參加嘅包括從童話歌曲嘅創作比賽啦，還有一個從頭都從嘅藝術係陶冶嘅編排嘅創作歌曲比賽。要我條講一下咧哈，頭都談到嘅藝術女版歌。我們這樣子是不是又破了個梗呢？還係有用啲嘅新嘅轉型，很多壯牛歌，一地波嘅親密。藝術有喺無窮樣嘅經過金曲過後，整亞權咧編嘅製作、考數嘅創作、考數嘅編曲，咁其新嘅封面嘅女版歌，喺個條都談到嘅吉他彈唱已經很喜歡了，建議你到年底一定要去找仲偉這一張新的專輯，一彈一個全新的編曲，又有嘛嘅無窮樣嘅感覺。係啊，錯啊，加談到嘅一條歌嘅哦，都知道唔公煙啊，鼓手大家好好的來期待一下年代就正式發行嘅吼，這都時間應該啲嘅乜嘅唱片行啊，冇就係點樣錄單歌，應該都簽未到吼。另外係我找這個好有感覺這個發行公司來幫我發行，當有感覺，該有感覺，好有感覺，沒錯，對，所以他在各大唱片行，還有像網絡商城，像比如說博客來，或者是誠品書店的商城，對，都可以找得到。對，然後那個數位發行也是正在洽談當中，這樣子。不錯哈，就會大概就做得新聞講，我簽仲牛歌，就簽未到誒。為什麼不要找曾仲偉？沒啦，仲牛歌它的比較好，比較好熟能詳啊。仲牛歌，他簽仲牛歌。對，而且其實那時候我就找發行，找好有感覺發行的時候，那發行的這個總監叫做郭哥，對，然後他看到長牛歌，他就說，這個長牛歌是什麼意思？我就說，這個就是說是牽牛去吃草的牧童，然後他就說，我看到這個掌，我還以為是要打牛一巴掌的這個一個人，對，掌牛歌，總唔但以為，哎呦，總唔得但以為有啥嘛，總唔得青菜亂打。沒有試過按你咩半句多，唔咩半但唔咩客家人嘅年吼，因為按你轉寫咩樣嘅，也知道了這個意思對，就是也有一個梗，就是到底長牛是什麼意思？對，因為其實我們客家人就知道說，種牛就是看管嘛，就是比較就是比較直覺知道這樣子。對。韓版做的來解釋講，長牛的長就跟那個車長小姐的長是一樣的，茶種馬就會種給門的茶門的，種牛狗就種給牛為個然後的鴨母種這個茶種馬，一夢叫我就打啊媽啊！好啦，我同你講報告一下時間哈，係按不要嘅9點48分的，這麼時間會多誒。個簽名啊，還想會點藝術啊，哈，藝術咩同喺啲新竹地區有關係。好啊。係啊，一個名呢，新竹嘅片人就提供幾多會做嘅咩？要用一個做嘅來做創作嘅主題，因為有按你想法咯。其實這首歌是竹東，如果是竹東在地的朋友就知道說，竹東有一間非常有名的竹聯工廠叫做黃城竹聯。對，其實他們會辦一些，像比如說每年會辦竹子節。對，然後我就想說，我也可以幫這個竹子節來寫一個主題曲，來送給他們，因為畢竟他們也是常很照顧我，會請我去表演這樣子。對，然後我就寫了這首歌曲，叫做竹歌，就是比如說講到很多竹子，大家會想到什麼？會想到竹東，還是想到新竹？還是會想到一些竹子製品啊？對，竹席味，竹席味。哎呀，我怎麼都想到不好的啦！我因為這些時間留給竹席味輕鬆，因為懂得不應打，懂得不應彈。那個藝術，我也很熟。嗰時候就同意係要加到嗰個地步，同人哋先來輕鬆一下。好啊，廣東
独族个尾上倒哪位？是新竹汉迄族东，港独族个尾上倒马街，是顺干汉迄罗家。港独族个尾上倒哪位？是南投汉迄竹山。港独族个尾上倒马街，是快乐汉迄中乐。细时节，下课书包日下病，是好把春甲竹坡下亲竹个作皮无讲，是山那拄甲春那下亲轮顺做顺久。无事去治疗无拄看因落竹个做字，含记得叔公用竹个做字巧做绕烂，含记得叔婆婆竹妹做李妈做木兰。这个竹歌，眼泪暗有人心。竹歌重演这个，你的冲击强融步步梦前行。这个竹歌，眼泪高温里的冲击，竹歌融出拉里拉多，眼里没爱冲击。做一家有肉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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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肉给你。哇！真件糖会做嘅吼，嘅果嘅哈，就真件爱做游泳嘅人哦，大家记得哦，喺某个民族是会打哦。其实김이糖整出米带了按到后台嘅歌曲，哎呦，我哋节目现场嘅时间用按到，我亲像再个做一点钟。错，但係冇可能，冇可能，你係會主持人來嘅啦，唔好嘅拖時間嘅啦。好啦，我哋準備同大家講再飛了，請感謝新聞感謝整出米來到節目當中，新聞感謝同大家講再飛。係我係阿邊，我係阿蓮，唱天講嘢技術所談，客家365，拜拜。上嚟了。天中世妹愛家呢，家乃會家三妹，煮泡冰冷蓬隆來硬氣，公橋阿公要交替，做度橋度，雙腳愛偏電下腳愛真地，土路街度挑前，為人跑繞啊繞啊繞，客家八人天定下。輕輕鏘鏘應愛，把現在華文明七班工作，美國歸落家，準備搶銀行，每人跑恭喜佢。本節目係由客家委員會播出，新客家廣播電台 FM 93.5，海峽之音調頻廣播電台 FM 97.1，苗栗客家文化廣播電台 FM 97.7，高屏海廣播電台 FM 106.7，花蓮之上廣播電台 FM 97.7，隨段方言報道客家廣播電台。FM 93.7，聯合播出。想和你再去吹吹風，雖然你是不同時空。
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世事颠颠倒倒，一颗心隐隐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它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经济在满腔，神八轰轰千事行，语文故事讲本堂，三网大兵好名声，唔系要嚟挨不卡，九点顿头讲客家，神奇温暖唱一家，无愁无虑笑哈哈，客家咖比根，大礼拜二早晨10点到同住12点，小妞阿贤，欢迎大家空中来坐了。